今次要同大家講一個好特別嘅題目，就係點樣觀氣。有人問聖尊蓮生活佛，師尊，有個人行入廟，神明坐喺神台上，你點解一眼就知道佢係好人定壞人呢？師尊答：呢個就係觀氣啦。神明隻眼好似電咁銳利，就算嗰個人打扮得幾精神幾光鮮，但係只要佢係壞人，神明一望就見到佢天竅位嗰度有暗氣。唔光一個做壞事嘅人點可以呃得過神明？相反，一個君子就算三爛身寒酸，但係如果天竅位有團紅光，咁就係善人。神明一樣一眼睇得出，其實人嘅靈魂本身就係一種氣，而你身上四圍都會散發出你過去做咗啲乜嘅氣息，普通人係睇唔出嘅。但啲神、啲高靈，佢哋隻眼係唔同嘅。嗰啲本來無形嘅氣，喺佢哋眼中唔只有形，仲會發光有顏色。呢個唔同你去睇面上嗰啲上士講嘅氣息，而係由你靈魂本體散發出嚟嘅光。以前呢，我去台北出差做測量啊，臨時住喺木柵集應路嘅集應廟，每日起身我都會先清靜下身體，食飯之前一定會喺寶儀尊王前面誦經，我念嘅係高王觀世音真經。我又問啦，尊王在上，氣分五色，白、紅、青、灰、黑，唔知五色分別如何？寶儀尊王就答我：萬物之靈身上都會顯五氣，其實五氣係由一氣分出嚟嘅，由一變二變成陰陽清濁，再由二變五就係五種顏色。白氣係由有道之人散出嚟，紅氣係行善積德嗰啲人，青氣就係啲人功過相抵，一半白一半黑。灰氣係有惡行但唔極惡，至於黑氣就係邪靈重罪人，極惡者都係黑氣。識得觀氣息嘅人，一望你身上啲氣息，就知道你係善係惡，有冇功德。天堂地獄其實都係人自己一念心所做，氣係由心生出嚟，你做咩都呃唔過神明。就算你口講得再好聽，百口都話自己冇罪，但你天竅嗰度如果出現黑氣，講再多都冇用啦。神明睇穿晒你係咩人，一望就知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。以上內容都係節錄自聖尊蓮生活佛嘅文集，大家記得上網留言啦。下集再見。